브레이크에서 발 떼요. 싫어요, 나 진짜 못해요.太陽系最近吹起一股流大衛風，當佢遇上一股冒煙氣旋，產生出嚟嘅熱潮，全亞洲都勢不可擋。信號收得唔好咩話？由於第6集已經開始團結另一股刺死劉大衛嘅反氣旋，隨住第16集大結局播出嘅時間越嚟越近，劉大衛最後要死。因為太陽係反韓劇傳統，拍晒先播，所以上個月播到第6集，已經有人喺網上爆結局，話宋仲基演嘅劉時鎮會死啊，冇得同喬妹扮嘅無煙有情人終成眷屬。當時製作方就話一早收晒啲劇本噶啦，劇組都簽咗保密協議，唔好提，唔講得咁秘密，但就冇否認死訊咯。唔經唔覺嚟到禮拜4就大結局啦，劇迷都希望編劇高抬貴手，安排大團圓。近日又有網民實牙實齒話睇咗結局，相信要生死決別啦。喺愛人同埋國家之間，阿仲基就揀咗國家，為咗保護總統，仲做人肉盾牌，中晒槍，好多槍添啊！喬妹一路救一路喊，仲基講完咗一堆嘢之後就死喺喬妹懷抱啦！唔好講劇迷啊，喬妹點接受得到啊？佢驚自己觸景傷情，所以放棄做醫生，攞埋粒白石翻咗沉船灣，唔係一個人去噶，仲有佢同仲基嘅愛情結晶。而陳九呢 pair 就真正 happy ending。其實唔使網民，太陽嘅 MV 亦有玄機啦。Always 呢幕，喬妹喺烏魯克先去墳場，又陪細路畫畫，加埋另一首歌。表面上相送翻咗沉船灣甜蜜對望，有網民就憑小菊花同白石嘅 shot 解讀成其實係喬妹孤單嘅幻想。咁 sad 嘅 ending 真係諗下都覺得難過啊！但事實係咪咁？星期四咪知咯。何況套劇嘅編劇金恩素當年寫巴黎戀人就以開放式結局，即係冇咬死一樣嘢，之後嘅作品都係 happy ending 多。有網民估佢唔會無啦啦改變風格咯。